拿出你全部的本事吧！這是最後的通牒。拒絕。95至尊，言出法隨式，水不可溺我，雷不可擊我，魚必當朝我。95至尊調，抹將來朝式，四海平身。95至尊調，軒轅式，鎮國之劍。乾隆一調，龍抬頭。乾隆二調，游龍擺尾。乾隆三調，臥龍翻騰。乾隆四調，神龍挪移。